誰是誰？問我一直積累的風霜，怎可結束？可以愛的話，不對數。我深知的心，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面對，發生我感覺你終於已將下課。我說愛你等於要把我接觸，實在沒法得起這一種愛。在這裏將有正要飄泊，你的支持請勿繼續，請你一切唱奏出萬世結果。你說太理想的戀愛就總不可接觸，我的這種千山走遍，如若無法再付出。你說太理想的人就都不可接觸，我再次身寂寞老去，就一早捱過。我做到知己哪會孤獨，偏偏我自己30歲，我一張日子風霜就可結束。可以愛的話不對數，可想知的心哪怕追逐。可惜每次遇上意外，沒法使我感覺我終於遇上效果。你說愛我等於要把我接觸，實在沒法得起這一種愛。在這有我又再有漂泊，你的知情請勿繼續。萬事結果，你說太理想的戀愛總不可接觸，我卻哪管天生走遍，結果怎不可付出。你說太理想的戀愛一不可接觸。我早知身寂寞露台，再當燈光有效果。幸福。